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啊，还是我给你不要脸？他造谣我工作业绩不到位，背后说他坏话，他让我签署主动离职协议，我拒绝。可是这个张雪婷的这个视频，也就是自己在那里说，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锤飓风。你想不想通过照片来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你想干飓风啊？怎么干？某种程度上，我在你的意识里，这是我们的分工。你负责在照片时空里，我负责在照片外指挥。你是老板，我是老板，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。上个月绩效你什么呀？不是你跟我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吗？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上周五啊。C， 那不是什么？你说就让我扛个戏，不会对我工作产生任何的影响的。谁听见了？什么事都做不定题，下次让那种人做货题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这是想诈骗，这是违法的。你错了，我这是在帮你。上次你删陈伟强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和那个女助理在聊关于你干什么的事情。他俩是那种关系。下次早点说。就是那个张雪婷，咱们当时是为什么开除她来着？她看看你自己这副样子，长相 C， 身材最多 C 了吧？是不是？学历、能力、家庭出身都是 C， 你的人生就是个 C。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起码比掉在外面擦玻璃强吧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打死也不说。打死我也不知道啊。果然，只要一连公司的 WiFi， 所有来回的数据它都在监控。这两天为什么老迟到？在上班时间给你儿子买文具。老板怎么能监控我们的隐私呢？连我和我老公的聊天记录都被你看了。是大光的，是过来做监控的。这完全就是违法的嘛！造反呀！把我打倒了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工作也丢了。邓春昭盛总为了提升大家的工作效率，以更好的状态完成加班任务，多次故意定期在桶装水里投放了一定剂量的兴奋剂，但是他一直没告诉你们。不可能，这事儿是犯法的，我怎么可能做呢？让你们冷静点，这群招你王八蛋！我跟着你12年干活勤勤恳恳的，我给你们加薪，我给你们加薪，报警抓他！报警，等会儿。